继续来看中营海运来公布着因的年底奖金，45个月，若是以基层的员工一个月薪水4万块来计算，会当领到将近200万，实在互人看到会万度目眶赤，阁真心酸。 大船日港船顶载货嘛载钱，中营海运的员工若是有梦想叫清醒，就是有钞票讲互清醒。北面媒体报道，中营海运的员工收到200万的日销通知，7位数的钱算到7月算。以新进员工平均大个月4万来算，会当领到将近200万，直接摕到厝的头期款。中营海运公司照大家人的表现来发钱，毋是每一个人拢领这么多，要是外界真心酸，到年底才知影。 捡唔到头路。听到这个数字，会不会觉得很羡慕？你没有看我眼睛变很大？还蛮羡慕的啊，对啊。不过不是每个人都有那个机会。 拍开中营海运的官网，要是有咧找海勤人员，只要有航运相关的经验，都有机会。不过，同款是航运业大间公司的年底行情拢无共。阳明海运讲，明年1月开档续费了后，才会确定安怎发年底奖金。属于空运的华航，今年所赚的无遮尔多，外界估算年底奖金恐惊会减一半。华航卖甲工会协商了后才公布，千有航空公会发1个月奖金，中营回应讲会照员工的表现来发钱。在海运这边呢？ 获利呢又比这个去年更提高的情况下，整个年终奖金数字有望再持续往上攀升创新高。整个空运业来讲，其实实质上在这个旅客入境或者是出境还没有回到疫情前1000万人次的情况下，获利其实也很难有爆发性的一个成长。 伫要过年啊，大间公司拢咧比年底奖金有偌济，有的人欢喜，有的人忧愁。会当笑嗨嗨来过年的，恐惊要是中营海运的员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品轩。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？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